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宜兰的罗东有一间庙寺永和寺，伫咧昨日的早起，吊车公司咧吊挂着观音的神像，想袂到乃龙的锁啊断去，观音泉大力摔伫咧涂骹头断去。吊车公司是真抱歉，讲是误判着乃龙锁啊的载重，讲这个乃龙锁啊。 根本就无法度承担着15吨重的观音像，才会发生着这种的意外。这声180万的观音像瞬间来报销，双方即卖当咧协调，要安怎来补偿？大型的观音雕像倒伫涂骹，准备要甲吊起来。吊车慢慢啊刷振动，想要好徛起来，是讲这个观音像咧海来海去，吊大别别叫，强要成功的时，想要到吊大向煞断去。 规尊就像摔倒在地，头骨断去，庙方的损失惨重，真无奈。较歹啊！即摆，我订出新的啊，再来协调啊。原来这尊观音雕像是宜兰罗东的永和寺，准备要伫农历6月7日进行安置，迎接观音的圣诞，想要到25吊挂的时发生意外。你本来爱用瓦仔锁啊，内底出棉被啊，伊讲安尼雷动的啊，因为司机因定伫调较内行啊，我要安尼搁讲。有建议用瓦仔锁，掩过伊要用吊带。根据了解，这座观音像有600多公分，重15吨，佮特别为泉州定做，用4个月才完成的。 一尊爱180万，这声已经摔歹去啊！所以说你们现在还在跟他叫他，还等多久？要等3个月，这块也不好找啊，还要找这种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。保险公司要来啊，要先给他看。庙方表示讲，加载当时是伫踩楼骹作业，无人受伤。好咧，加载当时有保险，是讲吊车公司发生工程的疏失。因认为讲，这个吊带应该会砍折，即马厂商甲吊车公司要讨论，看要安怎赔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